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养生分享时间。我是致力于守护大家健康的医师。今天这一集内容，我特别想跟年过70，或者是家中有70岁以上长辈的朋友们，进行一次非常严肃且深入的对话。请大家先停下脚步，听我说一句肺腑之言。如果您已经年过70，请务必立刻停止盲目追求日行万步这个目标。在古稀之年，过度的走路运动往往不是在养生，而是在不知不觉中毁掉您的膝盖，甚至埋下健康的隐患。在今天的分享中，我会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，结合最新的医学证据，为大家彻底讲清楚2件至关重要的事情。首先，国际权威医学期刊《刺胳针公共卫生》的 Lancet Public Health 已经透过严谨的数据证实，真正的长寿步数根本不需要达到1万步，而是一个更科学、更适合长辈的数字。其次，如果您真心想要健康长寿，其实有4件事情比单纯的走路重要，整整10倍。特别是其中的第1件事，能够直接预防让无数长辈闻之色变的肌少症与肌肉萎缩。在我们正式进入主题之前，如果您认同我们传递的健康理念，请不吝给我们一个支持与鼓励，这将是我们持续制作优质内容的最大动力。也请别忘了将这份重要的健康资讯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亲朋好友，让我们一起把健康带给更多人。首先，我们必须先来厘清一个困扰许多人的根本问题：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我们怎么跑、怎么跳都没事，甚至一天跑个5公里、10公里也觉得神清气爽，但到了70岁以后，稍微多走几步路，身体就开始出现各种抗议的讯号，甚至越走越伤身呢？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正视老化这个不可逆的生理现象。70岁以后，若还坚持过量走路、散步，其实隐藏着3大严重的健康风险，这绝非危言耸听。第一个最直接的风险，就是加剧髋部与膝关节等副重关节的磨损，而这个总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。我们要把身体想象成一部精密的机器，到了70岁，这部机器已经运转了70年，即便您平日保养得再好，关节软骨的磨损也是必然存在的生理现实。70岁以上的长辈普遍面临着骨质疏松症 osteoporosis 以及关节退行性病变 osteoarthritis 的挑战。通俗地说，这意味着我们的骨头变得比较脆，关节囊里的润滑液变少了，那层用来保护骨头、缓冲撞击的软骨也变得非常薄。在这个总生理基础下，如果您还执着于日行万步，请试着想象一下，这就像是一辆已经开了70年的古董老爷车，零件都已经老化松动了，您却非要开着它去参加高强度的法拉利赛车比赛，这车子怎么可能受得了呢？根据生物力学的分析，我们每走一步，膝关节和髋关节就要承受相当于体重数倍的冲击力。1万步就意味着关节要承受1万次这样的连续冲击。对于20-30岁的年轻人来说，这叫做锻炼，能促进新陈代谢。但对于70岁以上软骨已经磨损严重的老人家来说，这无异于是一种自残行为。在骨科门诊里，我们看过太多这样的案例，许多长辈为了强身健体，每天坚持暴走2万步，结果把膝盖走到积水肿胀，甚至把珍贵的半月板都走坏了。这种机械性的损伤，很多时候是无法透过休息完全恢复的。一旦损伤严重到一定程度，可能就必须面临置换人工关节的手术。这对于高龄长辈来说，无疑是巨大的身心折磨，生活品质也会因此直线下降，实在是得不偿失。第二个风险
是许多人容易忽略的，那就是加重我们的心肺负担，进而升高慢性病的发病风险。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困惑，走路不是公认最温和的有氧运动吗？怎么会反而伤害心肺功能呢？其实这是一个需要辩证看待的问题。人到70，我们的心脏储备、功能、肺活量以及血管的弹性都在遵循自然规律，逐渐下降，这是我们必须服老的现实。同时，这个年纪的朋友多多少少可能都伴随着一些潜在的慢性疾病，例如高血压、冠状动脉心脏病，或者是隐性的心律不整。如果您为了凑满步数而刻意加快走路的速度，或者长时间连续行走不休息，会让心脏长时间处于高负荷的工作状态。这就像是一个已经老化的水泵浦，如果您强行让它持续高功率运转，很容易就会发生故障。对于那些本身就有潜在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长辈来说，过量的运动可能会诱发心绞痛，甚至导致更严重的心肌梗塞或脑中风等后果。我们运动的初衷是为了健康，如果为了追求手机上那个虚拟的步数数字，把心脏给累坏了，那岂不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吗？第三个风险，也是最容易被长辈和家属忽视，但后果最为严重的一个，那就是跌倒风险的成倍增加。俗话说，人老先老腿，这句话一点也不假。70岁以后，除了骨头片脆之外，另一个大问题是神经系统的反应速度偏慢了，本体感觉和平衡能力都偏差了。当您走路的时间越长，体力消耗就越大，人就越容易感到疲劳。在身体疲劳的状态下，腿脚是会发软的，注意力也容易分散。这时候，路面上哪怕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石子、一个小坑洞，或者是一个微微凸起的台阶，如果没看清楚，年轻人可能踉跄一下就能靠核心力量站稳，但老年人可能因为反应不及，直接就重重地摔下去了。这一跤摔下去，对70岁的老人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在医学上有一个非常沉重的词汇，叫做人生最后一次骨折，通常指的就是髋部骨折。一旦发生髋部骨折，长辈往往需要长期卧床，而长期卧床随之而来的并发症，如坠积性肺炎、泌尿道感染、深层静脉血栓以及严重的褥疮，这些并发症接踵而至，致死率非常高。听完这3点详细的风险分析，大家是不是也觉得盲目追求日行万步，对于高龄长辈来说，确实有点太过冒险了？这时候肯定有朋友会焦急地问，医师，照您这么说，年纪大了，连最温和的走路都不能走了，难道要我们天天躺在床上不动吗？当然不是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生命在于运动，这个真理永远不会骗。关键在于度，也就是运动的量与强，度必须恰到好处。那么这个科学的度到底是多少呢？让我们来看看一项非常重磅的医学研究。这项研究发表在世界顶级的医学期刊《刺胳针公共卫生》的 Lancet Public Health 上，科学家们为了搞清楚步数与健康的关系，汇集了全球近5万人的数据，具体来说是471名成年人，进行了长期的追踪调查与整合分析。研究结果非常打破我们的固有印象。研究发现，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，每天的步数和死亡风险之间并不是呈现走得越多越好的线性关系，而是存在一个明显的平台期，那个让大家健康获益最大，同时风险最小的黄金区间到底是多少呢？请大家拿笔记下来，是6000步到8000步。是的，您没听错，不是1万步，也不是2万步，仅仅是6000到8000步。我们来详细解读一下这个数据背后的意义。研究数据显示，
当老年人每天走到6000步至8000步的时候，降低全因死亡风险的效果已经达到最大化了。再往上走，走到10000步、12000步，健康收益并没有明显的提升，那调风险下降的曲线就走平了。换句话说，超过8000步以后，您付出的关节磨损代价、身体疲劳代价都在增加，但是健康回报却没有相应增加。这在经济学上叫做边际效益递减，在养生学上就叫做白费力气还伤身。所以针对70岁以上的朋友，我结合这项研究与临床经验，为大家总结了一个个人化的步行策略，分为3类人群。第一类是身体硬朗型，如果您平日身体素质特别好，走路带风，没有高血压、心脏病等慢性病，关节也不痛，那您可以朝着8000步这个上限去走，这能帮助您维持良好的心肺功能和代谢水平。但请记住，8000步就是封顶了，别贪多，过犹不及。第二类是慢性病共存型，如果您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疾病，或者体质比较虚弱，或者膝盖偶尔会感到酸痛，那么请奉行6000步主义，甚至不到6000步也没关系，只要您动起来了，哪怕是4000步、5000步，对健康也是有益的。重点是循序渐进，量力而为。第3类是关节受损型，如果您已经被医师确诊患有严重的退化性关节炎，或者走路时已经会有明显的疼痛感，请立刻停止追求步数。对您来说，您的指标不是步数，而是无痛。能走多少算多少，只要感到疼痛就立刻停止。甚至我建议您可以把走路换成游泳、水中行走，或是骑固定式健身车等不伤膝盖的运动。请记住，不要做数字的奴隶，手机上的步数只是一个参考，您的身体感觉才是唯一的标准。微微出汗，说话不喘，第2天起床不觉得特别累，这才是最适合您的运动量。好了，关于走路步数的问题，我们已经彻底说清楚了。接下来这部分是今天内容的重中之重，请大家务必打起精神来听。很多老人家觉得运动就是走路，除了走路不知道还能干什么。其实对于70岁以上的身体来说，单一的走路运动其功能性实在太单一了。就像我们盖房子，走路可能只是在夯实地基，但要房子稳固，你还需要立柱子、架大梁、盖瓦片。在医学界公认的观点里，有4件事情对于中老年人的生活品质和寿命比单纯的走路更重要。哪怕您每天少走2000步，把省下来的时间和体力花在这4件事上，您的身体回报率会更高。我们一件一件来学习。第一件大事是力量训练，它是我们身体的天然铠甲。大家有发现，人老了时候，胳膊细了，腿细了，肉都松垮了。这在医学上有一个专门的名词，叫做肌少症 （sarcopenia）。70岁时候，人体肌肉流失的速度非常快。肌肉流失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您没力气提东西，没力气爬楼梯，甚至没力气从椅子上站起来。更重要的是，肌肉是保护骨骼的铠甲，肌肉弱了，骨质疏松，骨折的风险就更大了，关节承受的压力也更大了。走路虽然也能练腿部，但它主要是以耐力为主的有氧运动，对增加肌肉绝对力量的帮助非常有限，所以大家必须做抗阻力训练。听到这个别害怕，不是让您去健身房举杠铃，大家在家就能做。下面教大家3个非常简单、安全且有效的练习。首先是坐站起立训练，大家找一把结实靠墙的椅子，一定要确保稳固。您就做一件事，坐下去再站起来，坐下去再站起来。注意，站起来的时候大腿要用力，屁股要夹紧，动作要慢。这一招专门锻炼大腿肌肉，
股四头肌和臀部肌肉，这是老年人行走站立的核心力量来源。每天做2-3组，每组10个，非常管用。其次是矿泉水瓶练上肢，找2个500毫升的矿泉水瓶，灌满水，这就是我们的哑铃。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握着瓶子，做弯举或者往上推举的动作，这能锻炼大家胳膊和肩膀的力量，让您以后提个菜、抱个孙子都不费劲，生活自理能力也会大大提升。最后是弹力带练习，网络上记，10块钱就能买到一条弹力带，用脚踩住，手往上拉。这个东西的好处是它有弹性，阻力是渐进的，不像铁制器材那么容易受伤，非常适合老年人。这3个练习能有效预防肌少症和骨质疏松。请大家记住一句话：存钱不如存肌肉。70岁以后，肌肉就是您身上最宝贵的养老金。我们再来看比走路更重要的第2件大事——平衡性训练。它是大家的防摔保险。我们刚才说了，摔倒是老年人的大忌，那怎么防止摔倒呢？光靠小心是不够的，得靠身体敏锐的平衡能力。这平衡能力是可以练出来的。这里分享给大家3个动作。第一个是单脚站立，大家千万注意，做这个动作时一定要站在桌子或者墙边，手要随时能扶住东西，确保绝对安全。单脚站立，另一只脚微微抬起，试住坚持5秒、10秒，每天每只脚练习3到5次。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，能集大地，调动您腿部的小肌肉群和神经系统对平衡的控制能力，刺激小脑功能。第2是太极拳。太极拳讲究重心的转移，一会儿在左脚，一会儿在右脚，虚实转换，这是世界上公认最好的防跌倒训练之一。而且太极拳动作缓慢柔和，对关节压力小孩，能修身养性，调节呼吸，非常适合长辈。第3是踮脚尖，双脚打开与肩同宽，手扶着椅背，慢慢把脚后跟提起来，再慢慢放下。这不仅练平衡，还能促进下肢血液循环，利用肌肉帮浦作用，帮助血液回流心脏，预防静脉曲张。大家记住了，这3个动作能显著降低跌倒风险，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。第3件大事是柔韧性训练，它是身体的润滑剂。人老了，筋就硬了，万一要弯腰、系鞋带，或者回头看人，往往觉得费劲，甚至会闪到腰。这就是柔韧性差的表现。古语说：“筋长1寸，寿延10年。”这话虽然有点夸张，但非常有道理。柔韧性好，关节活动范围大，就不容易扭伤，动作也会更灵活。怎么练呢？给大家推荐2个练习。一是8段锦，我是强烈推荐老年朋友练8段锦的，它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养生宝贝，动作舒展优美，那是对全身筋骨的拉伸。特别是第1式双手托天里三焦，那一下往上伸展，感觉全身都通透了，经络都拉开了。2是温和的瑜伽或拉伸，每天早上起来做一些温和的伸展运动，或者是坐在椅子上转转腰、转转脖子。但大家要注意，千万别为了练柔韧性去强行压腿、劈叉，那样容易拉伤韧带。老年人的拉伸要以舒服的伸展感为度，千万别感到刺痛，安全第一。第4件大事是认知训练，这是锻炼大脑的体操。大家不仅要练身，还得练脑。70岁以后，老年失智症、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在增加。大脑是用进废退的，所谓的认知训练，其实就是让大脑忙起来。社交是最好的良药，大家每天要跟至少3个朋友聊天交流，千万别憋在家里一个人看电视。走出去，
去公园下下棋，去广场聊聊天，甚至哪怕是去菜市场讨价还价，这都需要大脑快速运转，处理语言、数字和情绪资讯，这都是在锻炼大脑。其次，学点新东西，譬如用非惯用手，左手刷牙，学一首新歌，甚至学怎么用智慧型手机剪集影片。只要是学习新事物，大脑就会建立新的神经连接，这是预防大脑衰老最好的办法。最后，益智游戏，譬如打麻将、下象棋、数独，这些都是在锻炼大脑的逻辑思维和记忆力。但要注意，打麻将虽然好，千万别久坐，打自己圈就要起来活动活动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说了这么多，内容非常丰富，可能大家一下子记不住全部。为了让今天学到的健康知识能真正对大家的健康起到作用，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重点，大家理解了，记住了，就把它融入到日常生活吧。第一点，70岁以后不要为了凑步数而硬走，千万警惕过度走路的3大风险：一、加剧关节磨损，把膝盖走坏了；二、加重心肺负担，尤其是本身有慢性病的朋友；三、增加跌倒风险，疲劳行走最容易出意外。第二点，记住科学的黄金步数不是10000步，而是6000到8000步，这是权威研究证实的最佳区间，既能延寿又不伤身。身体好的走8000，身体弱的走6000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第三点，每天坚持做比走路更重要的4件事：一、力量训练，譬如坐在椅子上练习站起坐下举矿泉水瓶，能预防肌肉萎缩；二、平衡训练，譬如打太极、单腿站立，能预防摔倒骨折；三、柔韧训练，譬如练8段锦、做伸展操，能保持关节灵活；四、认知训练，譬如下棋、背诗、打麻将、玩益智游戏，能预防老年失智。最后还有一个特别提醒，所有的运动都要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，不要盲目跟风，不要跟别人攀比步数。大家要记住，运动、动脑、社交这3样结合起来，才是真正的长寿之道。希望今天这篇分享能帮您解开日行万步的心结，帮您找到更科学、更安全、更有效的养生方法。这不仅仅是一份健康指南，更是一份对晚年生活品质的承诺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点个赞，并把它转发给您关心的亲朋好友们，让大家一起科学运动，健康长寿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吃什么都香，腿脚灵活，头脑清晰，享受美好的人生。我们下次分享再见。